伫咧苏花路龙台九线新澳磅空上北的路段，今下晡4点发生几路台车相撞的事故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1个人轻重伤。这拖拉机司机表示讲，看到头前塞车，伊是袂虎打动，就安尼死着落去啊。行车记录器翕到事故的情形，这台车一直向前冲，弄到头前的车拢变形，有人卡伫车底，还有同行骑车的驾驶掉伫车的下底。消防接到通报，赶紧去抢救。有人压在底下，快来帮忙！车祸发生伫下晡1点53分，苏花路龙台9线118公里，新澳磅空上北的方向。57年厝弄着人的沙石车驾驶，伊甲警方讲，伊看到头前塞车，煞袂虎打动啊。不过有在场的驾驶讲，迄当阵磅空内底有救护车，为着要让伊先过，车流就发现往两边边仔驶，就听到后壁有弄着的声音。一个迄当阵要掉伫咧车底现场的查甫人，抢救出来时阵就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死亡。另外有11个人轻重伤。11位里面有1位重伤，2位中伤，有8位是轻伤。轻伤的有些经过治疗以后已经出院了，其他都还在医院中积极治疗之中。事故发生了后，要造成上北的车路袂通，公路局甲路南车道一线调拨做上北的方向，轮流放行。3点40分，上北方向的车路嘛恢复通车。单线双向人化，但是因为今天车流量比较多，所以两边的车流会有一些比较快，会有一些滞留比较快的时间。警方讲，这件连环车祸包括5台大轿车、10台轿车，甲1架重型机车，会进一步理清事故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